好来，乡亲朋友们咯，上到咧节目当中，今日来老大家来讨论到讲到的是咧，讲半样人对咧个检验器的时间哦，有呢到嘅镜头，你爱用班来做挑战咯。其实挑战到两下，你好意思哦，讲反讲意思，来老大家来睇到嘅，有一只部分喺知道自己係當重要，即係心情一定重要。假使講你嘅心情做得挑戰到最好嘅一隻部分嘅時間，可能就當多嘅問題哦是唔會有咧嗬。我到咧先聊之前，要講到咧個綠頭那麼，你咪係你當到講半樣人啊嗬，可能咪唔單唱半樣人咪有安樣嘅種問題，我想你係檢驗期嘅時間怎麼安樣去睇麼？綠頭那麼來講嘅話，一般來講，是唔係講你係專利的鋼煙器、檢驗器研究哈。它最主要點就是用 CO。哦，用 CO 嘅時間嚟綠頭那麼。綠頭那麼，但係細縫機學嘅認知來講哦，佢哋嘅看法是講，因為你個懷孕嘅時候啊，頭那麼還冇電，因為係你係荷爾蒙嚟作祟，生長激素嚟作祟，所以講基本上是還冇會跌個頭那麼老化的頭那麼是冇跌，但是用了 CO 啊哈，個頭那麼是跌動到，因為它把本來該替換的哈。的毛囊裡面的老化的一些比較老舊的钙頭那麼油啊，是那個機會裡面是直接因為荷爾蒙關係作祟，是直接是幾下跌出來，所以講用了 CO 啊，哦，慢頭那麼入來清煙油啊，是會動陰蟲，浸頭擋油啊，哈，是會動到。你係一般來看法表，你一定要補充一點是種中醫嘅看法表，你用了 CO 啊，哈，是些唔足。真緊嘅，你講到特別，你講半樣人啊，CO降下來過後，你個身體嘅調養哦，是愛好好來調養到好，過後可能你個身體嘅抗體是當好，調養唔好，個真緊慢問題就出來咧。係冇錯，你會影響到你嘅更年期哈，因為剛才講到第一點有啊哈，講除了荷爾蒙以外，所以講你講髮為血之榮，你中醫講啊，榮是榮譽的榮，哈，就繁榮的榮，所以你是喺下足嘅嘢有啊，頭那麼時一定下正，好一定下足下好，所以透過人嘅跟讀心叫一些有啊，所以講除了性車有啊，佢頭那麼正唔正，你頭那麼講嘅烏黑亮麗是代表有啊，嘅身體下好，佢下充足，你喺裏頭話係咪用懷孕生孩子一天水，吼，優生學來講嘅話就話一天用嘅時候會下好，透過因為要安尼觀念，吼安尼觀念，所以基本上來講嘅話，要話是些充足與否，吼，但係你嘅綠頭那麼嘅情形是一天會下冇嚴重，第一點。喺過嚟講，更年期吼，跟其他綠頭那麼，因為同樣嘅荷爾蒙係些。好，變少嘛，雌激素變少了嘛，哈，然後雄激素下多，你咪知咩？你雄激素下多嘅研究啊，一般來講哈，會有雄性禿，頭那麼下會跌，頭那會下腰掉，好，係頭那皮下腰掉，好，你一點來講話哈，除了講你更年期以外，你喺後生人你係咪腰掉？喺門診上有督到，熬夜，大家你下班要啊哈，你打電動啦，吼上網聊天啦，賴啦，大家只會好熱啦，好熱啦，就2-3點嘛唔睡麼？因為後生啊，體力精神都充沛咩？吼，誰來呀？因什麼原因？安尼情形有啊，吼，尤其誰人有啊？好，男生哦，下會有呢，是凍結是頭腦膜是凍結會腰，頭腦變粗，掉頭髮。頭那麼情形是會比什麼還嚴重，什麼人沒會哦，但是因為佢有雌激素做抗衡的關係，所以講雄激素的分泌會比較量比較多，頭那麼沒會，但是會摸起來很多，但是佢按照長期這樣的波動有啊，你講摸手跟你都跟你切切。每一天安尼情形有啊，生活習慣安尼養養人，該荷爾蒙分泌以外失衡有啊，都該還會引爆出很難嚴重。哇，所以啊，吼，你講到你下後生朋友，假使你要衝頭安樣吼，你講到講熱來講啊，吼，可能你吼對你個檢驗期嘅時間，你問題會很嚴重啊。你講到你個半樣人，又係什麼人來講，要注意下自己大概頭那麼係咪？你講到烏金，哦，唔好講有人講到。風啊樣嚇，就講皺死，你啊都會找情形。假使有就表示講你講血，好血足嘅，好血唔足嘅都問題是上去來就動態嘅，而不必足來調配好了，你咪
所以来冻疮的时间嘞。系啊，冇错，因为按你中医讲我们中医冇从科学的仪器啦，对来做诊断，对不对？中医大概4诊：望、闻、问、切。望是看的，给表的第一首位。所以讲，你看下，人家放假落来行路用hin，佢咪上课麼？還有講，唔係，看點是看嘅面色、氣色，啲什麼嘢落來，有化妝看得出麼？當然看埋啲下視嚟，看埋係困難一點啦，但是咧講嘅話，從家講，挑那麼，所以講，你下因睇啲會有挑染，你係講會稍微染一點點，然後主持人呢稍微染一點點，唔會講都是那麼黑哈，但是咧講，OK，髮尾有啊，有沒有滋潤？嘅品質好不好？因為呢個東西是有一個動困擾一點是咩咧？你下視嚟睇下當什麼樣會這樣，為了身材的好，就可能動西唔行，係上嚟係上街哈，講咗係上啦，講咗動好糖，但實際上呢就是怕胖。你個降體口來講，嗬，咪係種問題哦。你講後生細阿妹嘅嗬，記得可能你因為降體口，你唔是記得你講講戲劇來講是咪唔少，嗬，你跳那麼是咪多咁啊？嗬，唔過經驗起嘅不容易咯。記得是一定降你個體口咧。肯定降體口啊！按你講結合起來種，你從體口呢部分來講話有啊，嗬。因為按你荷爾蒙的關係、雌激素的關係有啊，它會影響到脂肪的代謝，會增加按你脂肪有啊，該囤積。因為按你更年期嘅些都有些係講是淡哦，淡也香港按你雌激素是影響到脂肪堆疊，佢咪會影響按你消化系統，剛剛你也開始有講嘛，會消化不良嘛，按你腸子的蠕動來效率會降低，因為老化了。你可能佢每個動作都先變一種和緩，像你哎呀種升格到阿媽咧，阿婆咧，咧該等級咧，到更年期大部分有點是哎，那你經驗法就話你內外交疊，所以講你本身就要用難聽痛啦，初年肯定是你啊動方面啊，有動好看啊，看到有唔啲有聽痛啦。初年間呢，你啊大家受到有方面乜嘅甜賣啦，又係講小點心啦，你啊點心啊係講乜嘅甜點就做動好。食都緊食落去咧，是唔是？冇去想講我係安度哦，有唔認同朋友關係。係，還有一點就，有時候因為剛才講更年期情緒會影響嘛，對不對？像心情動唔好一些，有人因為不自主。是給那東西給吃，給那些，感覺覺得很舒服。因為甜點對情緒的舒緩，確定經過研究是確定有幫助的。可是這就有點從挖東牆補西牆一樣，你不自覺的哈，你心情變動好嘞，可是心寬體就胖了。心開始走樣嘞，走樣些就話，因為你個心血管系統嘅問題有啊，動糟糕是別人講又肥胖一下，該膽固醇、三酸甘油酯又天然過血些，你中風啦，你嘅手腳變硬高，手腳麻痹，你又變中風很難麻煩，你講嘛？一點你講啊，係是講心臟部分，除了心臟還會猜之外，心肌梗塞的頻率發作嘅可能性會下多啊。你其實你生命本質都每期而且就話是咩彩色嚟咧？平均是唔好了。係啊，該是人生是咩彩色嚟咧？你其實嚟講，你是講半日線嚟講嘅話，評估是講，因為更年期就話小增加體重3到5公斤，甚至到冇注意嘅話，到10公斤都有可能咯。按多一些就話，你對你身體嘅負擔，有對身體嘅負擔會變動態，對下你照顧嘅負擔全變動態。所以個到更年期有的會嘛嘅，有的因為身體會痛，啊會腰酸背痛。那到冬天嗱，安尼中間也係會講啥？佢嘛講後生一些就話你嘅強勢嗰啲仲有都冇做好，係點不可否認有可能，一定有可能。但是咧講嘅，即家冇手見有話，放任你嘅身材就顯去按變態口去，你一點思維別人講，一定按你注意。所以真嘅要當注意咧，唔係講愛惡心還是風勢時機咧。唔過我要講到盡啦，有啲人喺看到有啲當車原因啦，當時原因，佢因為降態口，所以當到肉類啦、蛋白質就冇食，所以變成佢嘅條腩膜係會亂。
因为安尼里面刚才讲天花木的部分就天花木它的营养补给品，按你讲的营养素来讲，是蛋白质是最大的所以你要主要条件，你要给补充係點重要嘅？蛋白質係來到這點卵嘛，天點嘛係肉類嘛，大家上到食到肉類膽固醇會偏高嘛，要講減太強，所以講要唔減血，所以講肉好冇良好，所以講你凍昂要你養起拿捏吼，係純正啲都要從家下講要有必要一些花一點點時間交俾醫生，不管你看西醫也好，看中醫也好，了解。最主要是了解知己知彼，一样的战胜人家更年期的疾病。虽然讲它不是病，但是发作起来要人命，真的。有人更年期的时间就安豆的镜头，你假使每去处理佢的时间，安豆从头先讲到的，然后你讲连起来的时间会影响到动态，还是喊係來做下調養。頭先講到的你部分你頭腦毛啦，氣血的部分韓國你係骨頭頭先講到骨頭的一種負擔的動態，骨頭胖咪係種問題呢？因為骨頭胖你一點就會講咗咧因為你骨鈣吸收一天20公因為曬到太陽嘛。維生素的補充嘛，一定要有，還點鈣的攝取，骨鈣的攝取，是那講因感覺你除了講你講因那個生活習慣又人講飲食攝取上又動物習慣以外，又偏食就照按你啲社會嘅經濟經濟大家食嚟絕對當營養，應該冇問題。最早時候呢，減潤痛，還有。什麼人來講？降膚，有美白，按你講去美容院又要做美白的，花很多錢的，還係日頭曬到變膚好，切對。食材是深波嚟啦。所以，但是你骨鈣吸收又在環節是講一天的3日陽光攝取一定要夠。但是我感覺是講，你做日頭冇動來些就小胃安，像烤肉一樣，烤一下胃安。曝曬一點點韓國人每是當久的時間啦，就每天差不多有時間，是講首先做一些韓國下班那些行得安尼路上那些是每天一天的行得在走廊下面咧，安尼在行到在日頭曬得到會所，感覺很熱的是行落來的小胃會擦一下，嚼一下你講下對你的骨鈣攝取一定會有幫助。好，所以講到你係講到姜太橋嘅用嘅時，你頭腦毛係咪要烏金冇半佢走死啦嗰攞咧係你個姜太橋你咪要你個方法講用辦來做一張講到改善啦好，你都老大家來講到了位韓國你對你個更年期嘅時間用辦來食對你個身體來講調養會好，對會家下人能夠繼續來老大家來講到先到了位來聊下。